雙十一又點少得我哋香港嘅 HKTV Mall啊？佢同樣有一啲產品可以做到85折優惠咧，甚至乎更抵啊！有過百件嘅產品咧，都係用成本價俾你嘅。而家嚟緊咧就係雙十一啦，你輸入叫做好運爆棚呢4隻字啊，係滿200蚊就減20，1蚊咧都可以即刻享有呢個9折。咁佢就可以用13個9咧去買12張嘅5蚊神券，即係咧我用13個9買60蚊嘅券，而每一次亦都可以咧係外賣係減5蚊嘅。羅記喜歡我嘅資訊，記住訂閱頻道，撳鐘仔，分享俾身邊嘅朋友，俾個 like， 支持格格出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咁咧今日就同大家爆啲勁嘢啦。咁啊，而家嚟緊咧就係雙十一啦，光棍節嗱，唔知邊個光棍俾邊個，咁但係亦都成為中國已經係一個龐大嘅電商促銷節啦。其中咧年中又搞啲乜嘢嘅618一場啦，又搞呢一個雙十一，加埋年尾都嚼你一鑊咧雙12都係叫你係買嘢嘅啫。其實呢啲嘅網購電商咧已經主宰住成個零售業啦，大家都好習慣咯，咁啊，我哋咧睇下咧有啲乜嘢嘅有趣嘅數據啦。咁喺2024年全個雙十一嘅總交易金額咧 GMV 咧係有14億嘅，比起呢個2023年咧升咗26%，即係2成幾。睇直播電商平台銷售額去到3.3億，比起2023年咧同期增長咗咧5成幾。咁當然抖音梗係領先啦。咁而喺呢一個熱銷品類，即係產品類別咧，前3名咧係有家用電器1.9億。手機數碼咧就1.7億，服裝咧係有1.6億嘅。而當中裏邊咧，梗係有幾大嘅平台啦，但係咧大家有所不知啦，促銷嘅周期係越嚟越長。初頭就話，你淨係雙十一嗰日入去睇先可以搶到貨嘅啫，過咗就冇噶啦。但係唔好意思啦，而家佢提前咩預熱賽啊、預售賽啊，就好似咧選奧林匹克咁樣。咁我哋睇睇咧幾大平台雙十一促銷嘅時間表啦。咁咧淘寶係由10月嘅15號8點鐘去到11月嘅14號，現貨售賣價咧嗰個即係促銷日咧就10月20號至到11月14號嘅。咁京東咧係由10月嘅9號8點鐘至到11月嘅14號，高潮期就係11月嘅8號至到11月嘅11號，翻牆期係11月12號至到11月嘅14號。咁抖音咧係由10月嘅9號至到11月11號，平台特色投入一啲咧1級嘅補貼啊，主打係立即減俾你，同埋咧一件即刻可以降價啦。咁拼多多咧係10月嘅20號8點鐘至到11月嘅11號，正式期咧係11月1號至到11月嘅11號。咁連快手咧就係10月嘅7號至到11月嘅11號。小紅書點會少得佢啊？10月嘅11號至到11月嘅11號，平台特色主推咧都係重點單品啊，投入1級嘅補貼同埋咧提供嘅頻道曝光。咁我哋睇下咧美團啦，咁美團咧係用閃購嘅，咁咧有美團500，要打呢幾隻字喎。嗱，佢話㗎吓，不過咧呢一啲嘅神券咧要限時去搶嘅，有限時限刻同埋限日子。咁坦白講咧，我就真係唔係好識搞啦。咁或者同大家簡單分享下啦。一睇呢一個嘅數碼雙十一嘅手機，譬如為例 iPhone 嘅17 Pro， 佢原價係8999蚊，到手價咧係8699蚊嘅。小米17 Pro 咧原價係4999蚊，到手咧係4899蚊。咁大疆嘅 Pocket 3啦，原價係3299蚊，到手係2599蚊。咁都要睇下係乜嘢個貨品，咩牌子啦。咁但係我又唔覺得手機係特別平咗喎。咁但係反而 Pocket 3，呢個都可以考慮下，因為都平成3成嘅。咁去到又係大佬啦，大佬級京東雙十一。
打開個首頁咧，佢會叫你輸入叫做好運爆棚呢4隻字啊吓。咁咧而每日咧亦都可以領券3次嘅。佢核心嘅玩法咧係滿200蚊就減20，1蚊咧都可以即刻享有呢個9折。如果咧大家電最高咧可以補貼2000蚊嘅，而手機最高可以減到500蚊。嗱，如果買服飾嘅話咧，可以打個5折俾你。仲有一啲產品咧可以加11蚊，已經有一件噶啦。香港人最熟啦，淘寶雙11啦，咁啊都話明淘寶啊真係同香港人比較 friend 啲啊嘛，特別咧益香港人嘅。點解咧？除咗佢啲貨品有8、5折同埋免呢個運費之外咧，仲要咧係一件即刻減俾你，唔需要夾單嘅。最方便咧就係因為有好多種唔同嘅支付，係方便翻港人嘅消費。例如啦咁講啦，因為唔係個個人都會用支付寶或者係微信噶嘛，微支付。咁例如好似八達通支付咧，滿300蚊可以減到15蚊。PayMe 同樣都係咧滿300蚊可以減到15蚊嘅。而如果你用 BOC 中國銀行嘅話咧，就550蚊減30蚊等等啦。咁當然呢啲咧都要喺你支付之前，你自己上去親自睇清楚啲條款。嗱，抵唔抵買，啱唔啱用就要睇你自己啦。雙11又點少得我哋香港嘅 HKTV Mall 啊？佢同樣有一啲產品可以做到8、5折優惠咧，甚至乎更抵啊！有過百件嘅產品咧，都係用成本價俾你嘅。先唔好計話咧，好似內地有冇呢個國家補貼啦？大家有冇諗過咧？其實有時你嘅消費用港幣可能仲平過用人民幣嘅，因為始終有個兌換嘅差價。咁可能你喺呢度已經賺咗噶啦噃。而且咧，大家都係見到啲熟口熟面嘅大牌子啦，至少啲品牌係你識嘅。我都話㗎啦，HKTV Mall 咧裏邊所買嘅品牌咧，我都覺得係最齊全嘅。咧仲有一個好火嘅活動啊，喺地鐵咧周圍都見到篤賺呢一個活動啊。其實咧佢係透過 HKTV Mall 嘅 APP 咧，喺裏邊就揀選一啲咧機票同埋酒店嘅平台咧，可以入到去買啊，去訂呢一個酒店。而咧訂好成家後咧，佢仲有直接可以咧回贈翻最高20% 啊！都係嗰句啦，香港人咧真係好清楚香港人中意啲乜嘢，你平俾我咧都開心嘅。但係香港人真係好中意去旅行啦，直接啲酒店機票有回贈係最實際嘅。一個出奇招，講嚟講去都係想留住啲舊客又吸新客啦。咁其實內地咧仲捲得犀利。其實佢哋咧打得咁激烈咧，除咗呢一個網商即係電商之外咧，仲有啊，其實外賣先係一個最大嘅肥豬肉啊！咁老友記上大陸消費啦、行街食飯啦，除咗喺美團買券、大眾點評買優惠券咧，其實有時可能你會嗌啲外賣咧，都可以咧真係關注下，因為而家其實美團同呢個京東咧打咗成大半年咧，都打得好火啊，搶呢個外賣市場。咁好似今日以我自己呢個午餐為例啦，咁我就當然梗係身處喺內地啦、大陸啦，喺珠海呢一邊嘅。咁呢個午餐為例，我就好想食呢間蒙自園嘅米線，係啦。咁上到去美團睇一睇，我想揀呢個三鮮米線咧，佢原價係25個9毫9。美團嗰邊咧係可以買一啲5蚊嘅神券啊、3蚊嘅神券啊咁樣，咁佢就可以用13個9咧去買12張嘅5蚊神券，即係咧我用13個9買60蚊嘅券，而每一次亦都可以咧係外賣係減5蚊嘅。係啦，京東會送外賣，係冇聽錯，京東係會做埋外賣啦。咁就係京東嘅妙送，好，同一間嘅鋪頭，同一個三鮮米線，呢度咧京東只係俾17個3毫9，其餘嗰啲都係京東去補貼俾你啊，貼埋錢俾你去食嘢。咁當然咧，最終我都係揀咗間最平嘅嚟食啦。咁大家就會諗啦。
哇，點解呢個世界上有啲咁笨嘅嘢啊？唔單止唔賺錢啊，仲要補貼俾你，即係補埋錢俾你，好似阿媽，補埋錢俾你去食飯咁。其實佢哋除咗要搶個市場之外咧，仲要搶翻咧佢哋嘅舊有嘅客群，即係我哋叫流量啊，唔係瀏覽，去留低嗰啲產量啊，去保留翻佢舊客戶同埋大家嘅習慣性。其實即係大家有所不知啦。喺飲食嚟講咧，內地咧其中最龐大嘅市場佔有率就係呢個外賣市場。你咪睇佢話係一線城市，其實最賺錢同埋最大量就喺啲二三線嘅城市。咁長遠嚟講咧，要留翻呢一班舊客啊，其實係留翻佢哋嘅心同埋佢哋嘅慣性。咩慣性？就係你打開個 APP，撳開就係即係習慣去上開嗰個 APP 嘅，只係咧講緊係留得住佢哋咧，留得青山在，哪怕冇柴燒。咁啊，留得住呢班舊客嘅話，佢會再創作第二次、第三次，甚至乎長期嘅銷售成交額。咁呢個先係佢哋嘅核心價值，同埋咧仲有嗰班投資佬啦，係嘛？股票日日炒，咁啊股票升升跌跌，嗰啲先係游水位啊嘛。咁而你又會點樣睇咧？呢個雙十一你會唔會買多啲，趁佢平就攞佢命咧？定還是你自己覺得我都係等過完雙十一先睇咧？咁好歡迎大家留言去分享一下，究竟係你點樣睇呢一個嘅雙十一戰啦？你自己會唔會買啲咩？平時你嘅習慣性係點啊？咁啊，大家多分享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